顾伯伯，顾伯伯，报！不好了，暴民们正聚在城门下，吵着要开城门逃亡。乡亲们，快跑啊！别立军打过来了，快跑，快跑！ 到时候你们就藏在这儿，按照我刚才教你们的。报！不好了，百姓要一闯出城，已经和守城的士兵打起来了。